第二步表的最后，慢慢的把它唱完，我会让你们好好的把它唱完。好的，谢谢。咱开始当请这个在这个中间，我们非常小的力，主要就是先自己我们到自己是所做之类，是很品牌力，主我们下力，不管是当我们西瓜还是小力，主我们自己的信心为民族的简单，第四力，通过我们的我们的书，所讲上着力为力，是我们的心，每个人的心，讲的都听人家做嘅这个成就，关注这个信心，因为信相好一种叫做敬拜，不管我们当家做，常常就看到上帝的面前，付出于我们的放下，关注我们放在因所带领我行，带领我这个担心敬拜你，我一切通过主力，我的祈祷是通过这样子的信仰，阿门。
全体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歌学乐的诗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门，着用颂赞入去伊的庭，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伊的信实透到万代。这是咱三角来吟诗，圣诗109首，圣诗109首，欢喜救主做王。咱同齐起立。这是咱用新的诫命三角来信仰告别。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同齐用上帝话三角来启用，启文第50篇。启文第50篇记载以赛亚61章。
我来客，兄弟来应。志愿的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善家人，宣布受了的得到讨棒，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祝福的子民。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阮的上帝，阮羡慕你徛起的所在。阮欢喜你的公义甲和平，阮感谢你伫阮身上所行拯救的奇事，阮搁较意爱伫你的圣所，全心敬拜你，也用琴用诗学了你的圣尊名。主啊，你是阮的牧者，在引带阮。伫世间做阮的灯台，来光照阮，离开黑暗的关系，成做阮的救赎甲盼望。阮感谢你，你嘛常常带阮伫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在享受你无限的恩惠甲疼痛。主啊，伫每一日，你搁有用你的话在教导阮。行正直的道路，由你的灵启示阮，伫这个世间虽然有艰难、困苦、病痛、惊吓、不安的日子，你永远要甲阮同行，陪伴阮行死荫的山谷，互阮嘛无跌到灾害，常时伫对敌的面前。互阮享受你的平安甲福气，在扶持保护阮。恩典各我的主，你的牺牲的确，互阮会做得到洗清，除去一切的不义，做你真实的囝儿。阮确信，你一定会赐了恩惠甲疼。永远陪伴阮伫服侍、伫职场、伫社会、家庭生活中，学习主耶稣的样式，三听三扶持，谦卑遵行，实践你的旨意，成做主的器皿，用神益人。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圣歌队要用我舍命是为你，带领咱来敬拜。
咱来强受上帝话，咱三个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5章
34节到40节。后来，王话甲正平的人讲：来，恁才会受我一辈祝福的，来承受对创造宇宙以来就为着恁准备的国度。因为我枵恁有互我食，我喙焦恁有互我啉，我做出外人，恁有甲我收留。我赤身裸体，恁有互我穿；我破病，恁有甲我照顾；我伫家呢，恁有来探我。迄时，义人会应伊讲：主啊，什么时阮看到你枵有互你食，喙焦有互你啉？什么时阮看到你做出外人？有甲你收留，赤身裸体有互你穿。什么时阮看到你破病，也是伫家呢？阮有去探你。王会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微细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愿上帝赐福听见伊的话的人，愿阳光甲学乐归伫伊的圣尊名。今日早起，分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三听三扶持。大家这平安，照奉这个防疫的规定，讲道会当将这喙掩甲摕落来。我用安尼，互大家当看我看较清楚。真感谢主，互我搁一遍代表着教会公报社，教会公报社就是咱的厝边，搁一遍来到遮，甲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今仔日我要用三听三扶持，甲咱做伙来看咱基督教的一个信仰。总是还未进到这个主题经文的内容的时阵，首先这个题目。互咱特别想起着2日前，因为被人暗杀的日本前首相安倍先生。思想讲，这个三听三扶持会当讲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先生伊一个真好的一个表现。无论是咱最近所看见台湾的往来咧消袂出去的时阵，伊拼性命伫遐咧接往来，或者是讲伫旧年。无即个有风社，无疫苗的时阵，伊伫遐不断来促进，会当互日本一飞机搁一飞机的疫苗来到咱台湾，甚至咱发生地震的时阵，伊也用毛笔字写落来，讲台湾加油。这是伫咱最近才看见的这个代志，但是咱也知影，当伊做首相，这真长的时间，伊一直是为着台湾的安全，伫遐咧努力。所以嘛，一遍搁再一遍有咧讲着，讲台湾若有代志，就是日本的代志。这是互咱看见，这就是一个国际上上好三听三扶持的一个见证。咱做伙来祈祷。主，当伫即个时阵，阮看见着圣经对阮的教示。即个时阵，阮嘛恳求伫圣神引带下面。阮要做伙来体会领受，也要用行动，要来看见着信仰前辈，因用因的血、用因的肝，正做目犟所写落来。所以，伫阮要做伙来分享你的信息进前，阮也搁一遍恳求你亲自安慰日本人民的心，亲自安慰安倍首相因厝内面的人，也恳求。透过这，互阮搁一遍看见着三听三扶持重要性。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做伙看是伫即个马太福音书的第25章。总是咱来看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常常伫伊即个安排中间呢，伊真爱将几个故事甲连结做一伙，然后到伫一个段落上后壁，正做是一个结论。
所以今仔日咱来看马太福音书的25章，虽然咱读是上落尾即个34节到40节，总是呢，咱来看伊这有几个故事是甲伊连接起来。伫这25章内面，咱会当看到这3个故事，伊咧讲到人需要事先备办好势，人需要良善忠心伫上主所交托的每一项事，然后呢，这个结论就是爱关心帮赞，伫基督内面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咱家称作这叫做前进上帝国的3部曲。首先咱来看25章内面的第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咱大家拢真熟。总是第一个故事是咧甲咱讲咱爱人生爱提早做好准备。第一个故事是咧讲起着有10个这个少女，虽然过去是翻译做童女在色女，总是伊较准确的一个翻译，就是一个少女是一个判价。即个10个少女呢，因伫婚礼内面咧担任着判价的人，伊用即个故事咧讲当新郎来的时阵，有5个有5个较有聪明有知识的，有准备好势，会当来享受着讲参欢喜的代志。但是咱知想一个问题，是安怎犹太人因来拢伫即个暗时咧结婚？若毋免伫暗时结婚，伫日时结婚的时阵，因就免准备即个油灯啊，嘛无即个油料的代志爱发生。但是咱就知影讲原来犹太人因咧算每一日的一个开始，因为犹太人呢，因是真乐观咧看待即个人生，所以呢，一天的一个计算，毋是对光明到伫黑暗，是倒变过来，是对即个黑暗中，然后到伫光明，这是一天的一个算法。所以每一天的一个日头落山了后，是正做犹太人因一天的一个开始。因用这嘛咧表明，讲上帝伫即个创造时阵，讲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呢，这个光是一个创造一个开展，时间的开始，生命一个源头。但是安尼，咱就真清楚知影当时因每一日的一个开始是日头落山了后，然后来办理着上要紧的一个代志，所以有即个婚礼的一个进行。所以嘛会当看出着讲即个故事是伫犹太人因内面因看甲真清楚。即个牛王的就是拢无去事先做准备啦。若有知识的咧，就是爱事先备办做代志。所以这互咱看见着马太福音书的作者，只对咱的一个提醒，就讲上大的一个差别，知识甲牛王的一个差别，讲是毋是咱有准备好来面对着做状况的一个发生。伫这嘛是一个准备状况的一个发生啦吼。伫这2年中间，咱实际上来看见着讲，做毋是干那公报社，做教会以及教会遮的团体机构，拢受着疫情一个真大的一个影响。所以逐个人会感受着讲，彭牧师你毋是旧年年底才来过尔，哪会今年7月才搁来啊？真感谢主，因为旧年咱教会特别体贴，原本即个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拢是伫7月，但是咱知影旧年7月若来的时阵可能拢无人咧礼拜啦所以教会对阮的一个体贴，阮会当安排到较年底的时阵，再来做即个文字事工的一个奉献主日。总是我要用这搁一遍来唤起讲，这嘛是咱常常爱伫咱的人生内面做好真多的一个备办。煞接咱嘛看见着马太福音书第25章内底第2个故事。这第2个故事是咧讲起着讲一个主人出外，这个主人出外，伊就将伊的这个财富财产来交代互无共的管家伫遐来做管理。其中有领着5000个，领着2000个，因真尽职。所以当主人转来的时阵，伊安尼将这个5000变了，佮增加5000、2000，增加2000，主人真欢喜，讲你安尼真忠心，所以我要将更较大的一个责任交代伫你的手中。然后你要甲我做伙来享受这个主人的一个荣耀。总是第3个一个管家呢，伊是将这个1000个家抬起来，将这1000抬起来的时阵，所以主人对伊是真责备的，讲安尼真无尽责任。咱若看到这的时阵，嘛想着讲，这个1000伊甲抬起来，安尼敢有啥毋对咧？但是咱来看讲，这个圣经内底到底要甲咱比拼的道理是啥？首先，咱来看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就是圣经原文咧讲，迄个1000到底是偌济？这个1000伊的原文叫做 talent，
talent 若翻译做英文的吼，就是英文的即个 talent， 即个对 talent 开始发展出来即个 talent 即字。talent 咱知影讲是一个人真有才华、真有才能，叫做 talent。表示啥？迄个1000个毋是真少呢，迄个1000个毋是无呢，迄个1000嘛是共款伫有缘有呢。若是安尼，咱来看，讲若照圣经的学者因咧做一个调查，做一个研究，讲这一个 talent， 就讲1000个囡仔，这个 talent 到底是偌济？因的计算吼，是讲差不多是一个迄个时阵的工人16年半的一个工资啦。一个 talent， 讲一个工人16年半的工资，咱来用即个公式甲计算看觅吼。即个公式是讲16年半，然后咧一年有12个月，即个后壁25250吼，这是咱台湾目前劳动基准法规定最低的一个工资。安尼甲计算落的时阵，表示啥？一个 talent 有将近500万啦。一个主人用一个家资内面底500万交互你管理，结果你伫遐皮皮抓准甲伊藏起来，安尼表示啥？真无合理。无合理的是啥？无合理讲你将家己迄款有才能的部分拢甲伊暗藏起来，这最主要是讲无愿意互主人来使用，将家己的一个才能甲伊藏起来，安尼表示一个真无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每一年公报社拢会办即个写作的一个营会，有一年即个写作班，即个写作营会，阮一开始就先送每一个人一支笔，要用迄支笔吼，伫即个营会内面会当写字。迄支笔是新的哦，但是呢，所有即个学员开始要写字的时阵，所讲奇怪，来这笔吼，都新新的拢画袂出来，画甲这破纸用要破去吼，嘛画袂出来，拢无水啦。奇怪，恁公报社是散到即款程度吼，互人一支笔原来是画袂出来。其实阮就有用意，迄个用意是啥？讲原本迄个笔是新的，内底是充足的即个墨水，但是你若刻伤久无用的时阵吼，就甲即支笔共款，伫遐安那画安那捽，你捽袂出来。你看这，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书第2个故事，伊上重要一个用意，较毋是要互咱看见我哋5000、2000、1000，较重要是讲咱毋通将个人的一个才能甲伊藏起来，安尼真做是一个无负责任的一个行为。煞接咱就会当来看见着今仔日咱的圣经内面的一个主题。马太福音书25章头前2个故事，安尼表示讲人生的一个过程。如果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25章敢若写头前这2个就结束，安尼咱对即个咱的基督教信仰，我爱拍一个真大的一个问号吼，是安怎讲？因为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咧，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真强调讲爱对门徒的一个训练，但是这个门徒的训练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每一个军队耶稣基督人爱努力充实家己，谨慎准备，忠心互主来使用。不过，这毋是咱的一个结论，因为咱会知影，讲虽讲讲咱的过程是爱真努力，但是咱爱相信，伫这个世间，上帝创造，互有人有好业，有善者，有权有恶，表示啥？表示有强者，嘛有弱者。所以这个要批判家己，咱是爱好甲批判家己无毋对，总是呢，绝对爱相信，伫咱的一个环境内面有遐需要被咱特别甲伊照顾的这弱势者。这弱势者，就是咱今仔日所看伫马太福音书第25章这个后壁段，讲基督内面爱关心遐帮助有需要的一个兄弟姊妹，这才是咱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精神。伫咱今年咱东门巴克的教会，咱嘛有办即个历史的一个导览吼。伫即个历史的导览中间，嘛透过真侪讲解，互人来了解到东门巴克的教会到底是安怎来创设。今仔日无毋对，咱看见，咱的教会真大真勇壮，会当对真侪人帮衬。不过吼，咱会知影，咱的教会其实一开始是遐海外宣教士、遐台南教士会、遐宣教士，因为着要帮衬弱势者所来建立的。所以咱绝对爱相信讲，今仔日咱遮大间的教会，咱是对一群弱势者开始的一个组织。
总是感谢主。这个是上好一个三听三夫妻的一个礼。所以今仔日咱的教会安尼真大间、真强、真有够力，这是要互咱去完成一个责任，就是爱三听三夫妻，帮助遐伫基督内面有欠缺的遐伫姊妹。咱有一个好厝边叫做台湾教会公报社，所以我特别来遮的时阵，我拢袂客气啦，我拢认为讲这是咱的做伙的一个责任。教会公报社若经营了无好的时阵，咱东门教会真正恁爱负一半的责任啦。无咱啥拢要叫做边仔是巴克勒牧师所创设的教会机构。所以咧，咱继续咱来看巴克勒牧师。伊安怎伫个生命中，伊三听三夫妻？巴克勒牧师，伊1849年来出世，1875年就来到台湾。表示啥？表示伊是真少年就来到台湾啦。巴克勒牧师被人感觉安尼，掠做真骄傲，真爱常常提起的，就是讲伊16岁就来写即个献身文。伊16岁写献身文的进程。有一段记述，这个记述是伫咧日记中间伊家己所写的。伊要写这个献身文毋是一开始就真愿意呢。伊就咧写着，写讲有一天，伊参伊的爸爸，去伊的爸爸的一个朋友一个所在去伫遐咧做佚佗玩耍，然后咧，讲伊的爸爸伊的这个朋友诶，有一间豪宅，足大间的一个厝，这个厝体。然后因伫遐享受真快乐的生活伫遐，所以伊迄天的暗时伊就来写我的志愿。这个志愿绝对毋是咱所看到的这个献身文，伊这个志愿是咧写讲我真愿望，我将来做一个真好嘅一个生意人，我会当趁真侪钱，会当买真侪一个土地。那照巴克勒牧师，伊迄款伊的人生伊迄款的智慧的头壳。要做这个代志绝对无问题，总是伊讲，当伊咧安尼写的时阵，煞搁有一个念头咧甲伊讲话，讲袂使呢，你袂使安尼做呢，你将来是要做一个传道者，你爱被我所使用。伊讲伊想到这时想到家己伫遐流目屎，是安怎？都毋知要做一个好嘢的生意人，还是讲要做一个去海外传福音的一个传道者。我伫遐咧流目屎呢，所以伊到后来伊讲，拢真感谢主，互伊做一个决定，会当决心到伫海外，然后到伫即个佛摩萨，伊为着这个代志，每日咧向上帝感谢。所以咱看见即个三听三夫妻伫巴克勒牧师的身躯顶面所展现出来，是伊安尼到伫千里以外的一个毋捌字无卫生的一个台湾岛屿，总是伫遐。伊甲咱做伙生活，来改变咱的一个文化，提升咱的一个素质，会当互咱用家己的宝语来学习看圣经顶面的一个道理。这就是一个上好一个三听三夫妻的一个见证。咱再者，咱嘛来看见，讲当咱长老教会，咱拢会提起到加里文牧师。这个加里文牧师，真做是整个改革中的一个创造者。侪人延续着伊即个宗教改革即个改革中的一个观念。加里牧师伊伫即个改革的一个特色内面，又咧讲到一个字眼，即个字眼就是讲 hospitality， 就讲咱爱将即字原本是对人真好款待真善良的即个字，爱甲伊制度化，毋是干那个人的一个行为尔，爱甲伊制度化，变做是一个福利的一个基金。当咱今仔日看到即个 hospitality 即个字，全变做两个字，一个就是隔壁新楼叫做 hospital， 另外一个就是 hospice， 关心人的身躯，关心人的一个心灵，拢是对即字开始的。这个表示啥？表示讲，咱有一个责任，就是咱一个共同体、共同一个责任，爱甲伊制度化，爱互即个原本是个人的一个行为咧，爱变做是大家共同爱来遵守的。这真做就是一款三听三夫妻的一个观念。但我还未到伫上尾，要甲大家做分享，讲即个文字对咱的一个帮助进程，咱搁倒转来
看咱今仔日所做伙读的即个圣经节内面，即个圣经节内面特别有提起着讲对人的一个关心，对遐无的、对遐智慧的一个关心。但是这其中有特别提到两种的状况，是需要咱特别去甲因关心的。一种就是迄款破病的人，一种呢是被关家的人。即个破病的人伫犹太人，因认为讲这是真无清气，所以咧，你若去甲伊吼踢着、目着，安尼你着爱互祭司甲你检查吼，真麻烦。甚至咧，你无法度进到会堂做伙伫遐来享受共同的生活，你嘛袂使敬拜上帝。所以安尼啊，真麻烦。但是所以伫遮特别要提醒就讲，遐有破病的人，你爱去甲伊看，这是主耶稣基督真好的一个教示。就讲咱爱为着咱的朋友吼，牺牲家己的一个权益啊。迄个检查伊是破病，你会互掠做是无清气，你共款爱对伊一个关心。这对咱这2年中间，咱特别去想着讲，咱的一个台湾的状况，咱常常受到这无正确的一个观念，甚至拒绝咱的社区内底有遐医疗人员甲咱做伙，所以这是对咱来讲是一个更较好的一个提醒。讲，咱来对遮个破病的人，咱来为着因检查咱家己有淡薄的一个权益来牺牲，咱嘛爱来对因有所照顾。第二个部分，咱嘛看到伫遮特别写起着讲，遐被关家的人，被关家的人嘛更加需要咱去来看。咱想起着讲，伫咱台湾的整个一个处境最近对1987年的7月15了后。咱知影这叫做台湾戒严，但是戒严了后，嘛受到共款，受到真大这个自由的问题，咱受到这个真大一个威胁甚至咱最近的生活叫做滥用自由伫网络顶面对人用真侪无应该有的这个言语咧对人一个攻击。总是咱若倒来看，讲台湾伫白色恐怖时代。如果若有朋友被人关家，你去甲看，你若倒来时阵，用咱即摆一个俗语叫做警察就去恁兜甲你查水表，表示啥？表示讲就互你用点名做记号。所以这被关家的人，你嘛爱去甲看，这圣经顶面的一个教示是咧共款，讲迄可能你会受到侪人的一个攻击的时阵，你甲犹原爱去做这个代志。所以三听三扶持是爱做甲亲像主耶稣基督迄款为着人牺牲甚至来舍命的即款的一个精神。今仔日即个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我嘛要甲大家做伙来，搁一遍咱来想，咱来看，讲公报社的文字事工有甲大家做伙三听三扶持无？公报社即个文字事工伫即个三听三扶持顶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啥？第一个部分三听三扶持。是爱互咱来关心遐有欠缺人的需要，关心欠缺人的需要这讲实在，公报社来讲金钱关心欠缺是真困难做到总是阮每一年原将遮个教会兄弟姊妹对阮的一个奉献，阮若到年底时阵有淡薄仔有即个盈余原共款是搁会关心遐比阮搁较欠缺人。所以这点，请咱大家放心阮收到这奉献的时阵，是拢真认真的使用。总是呢，公报社特别会向透过着文字参人做一个三听三扶持，关心这欠缺人需要是啥？关心心灵上的一个欠缺。这有一张批，这用互安尼真模糊，是因为这是对家乐写出来一张批。这个对家乐写的这个批呢，伊是对阮的一个感谢，感谢阮安尼常常寄精心周刊互伊，甚至即马拢会寄这叫做圣经充满我，互伊伫这家乐内面会当伫遐来抄写这个对圣经来写这个填空抄写圣经，伊安尼真感动。但是呢，伊嘛知影讲这2年公报社特别欠缺，所以伊写一个批转来。甚至咧内底佫刻邮票，讲阮嘛知多谢恁安尼常常对阮的一个关心，阮实在无法度伫即个金钱上对你有啥物款的帮助，我寄邮票，
这邮票是我欠落来，我将这邮票寄互恁吼，恁嘛会当省一寡邮资，会当搁寄较侪，才会更新，才会刊物。无共款的兄弟姊妹，因来做伙来享受主的一个恩典。这就是互咱看见，讲透过着这个文字，咱去关心这个家乐的这兄弟姊妹，互因信主，真做新造的来，伊嘛用这个邮票来奉献互阮，支持文字事工。这就是上典型，互咱看见着三听三扶持。这第一个部分，咱来关心遐有欠缺人的一些需要。第二个部分，文字其实是咧记录每一个人生命的一个见证。透过这个生命的见证被记录落来时阵，咱更加知影迄款彼此三听三扶持的一个应该所做的这个代志。有一个黄世峰弟兄，这咱若去台南邮局总局吼，有当时可能看到伊。这个黄世峰弟兄伊嘛一遍，伊投稿写《更新周刊》，伊写入来的题目叫啥？伊题目叫做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伊即个更新的一个见证，伊安怎写呢？伊写讲，虽然我是咧卖彩券，我现在先讲一下吼，这个黄世峰弟兄，伊是一个身心障碍者。咱看即张相片就知影，伊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一个兄弟。所以伊伫即个邮局头前伫遐咧卖彩券。伊讲，虽然我咧卖彩券，但是我拢甲朋友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迄个互我会当维持生活卖彩券的工作，煞变做是副业。伫邮局走人，条仔边啊，我摆一个真简单的桌仔甲椅仔，桌仔面顶是放圣经、更新周刊，甲一寡遮的福音的单张，颠倒咧，互我来维持生活一个彩券。我甲伊放甲真无明显。朋友来拢伫遐咧甲我笑，讲毋敢相信，笑讲我根本都无咧卖彩券，我的主业是传福音。然后这咱想看觅咧，透过着文字，迄款被记载出来，互咱会当看见着讲，虽然大家认为是社会底层中的底层，弱势中的弱势，但是伊生命是遐尼可贵，伊咧甲咱讲，我的生命，我的主业是传福音。若是安尼，咱要对咱家己讲，咱的主业是啥？咱的主业嘛要学习主耶稣基督，彼此三听三扶持，用感谢慈悲的心来回应上主的一个恩典。第三个部分，三听三扶持，其实透过着文字，咱需要做一个代志，就是爱互人学会晓什么是该做的代志。圣经顶面所咧甲咱讲这个被怪家，也是讲。判病的人特别需要咱关心，总是即个被关家，也是讲咧判病的人，常常若照着即个整个一个学者一个研究，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什么款共同的特色？即个被关家的人叫做做了无应该做的代志，所以你会被关家。是安那你会判病咧？因为你无做应该做的代志。安尼，所以你伫判，你伫病院内底，所以病人拢爱穿制服。这我常常讲，咱宪歌队穿制服无共款，因为咱这叫做做该做的代志。什么是做该做的代志？咱需要透过着圣经，透过着文字的记载，互咱去明白是非，明白道理。所以咱会晓透过着这个文字呢，三听三扶持，是因为咱做伙伫遐咧做。该做的一个代志，每一年公报社拢有办即个手抄圣经，也是手抄圣诗的一个活动。今年呢，特别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咱来抄马偕博士伊的一个真出名，被人所真爱吟唱一个最后的一个客家。用即个最后客家，咱大家做伙来分享，来看见着马偕博士。今年是伊来台湾150年的一个纪念，这嘛是北台湾宣教的一个开始。马偕博士伊1872年来到台湾的时阵，事实上讲，迄阵伊敢若27岁，伊将伊一世人的一个性命，拢奉献予台湾，奉献予即个土地，甲遮的人民。上尾伊嘛死伫台湾。即个
书内面虽然有真侪无共款的一个版本，总是我嘛来念几句，伫遐咧写，讲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所以今年阮特别邀请咱兄弟姊妹，咱做伙用咱的手举咱的笔，做伙透过咱来抄即个最后的徛家，嘛来想讲一个马介博士伊安怎领受上主的一个恩典，伊嘛参台湾的人民伫遐咧做三疼三扶持应该做一个代志。这真做是文字事工，甲咱兄弟姊妹三疼三扶持内底一个要紧的，就是讲咱做伙要来学习做该做的一个代志。文字会当记载耶稣基督为着人牺牲，即款一个影响互咱知影讲，咱来将咱的一个权益来让出来，互遐个弱势有欠缺人，咱会当做伙为遐欠缺人来做。上帝国就是爱咱三疼三扶持，咱彼此来补彼此的一个不足。也搁一遍来感谢咱东门北溪的教会，长期以来。我知影恁已经做真多啊，但是呢，来到遮嘛是还佫塞奶一下，恳求恁佫做较侪一事啊，来帮助教会公报社的即个文字事工，愿主祝福，继续引带咱东门北溪的教会，咱来做一个地区的一个领土洋，是光是盐是金的灯台，互侪人拢来享受着主的恩典。伫咱祈祷了后，我依然有一个短短影片，请大家做伙来看。嘛更加了解目前教会公报社所咧做这个事工，做来祈祷。听阮的主献上阮的感谢。伫圣经顶面的记载真清楚，爱阮三疼三扶持，爱阮彼此来补彼此的不足。主阮当阮心神软弱，阮的性命需要特别安慰的时阵。感谢你透过着文字，透过着圣经，透过着圣神引带，阮来了解明白你奥妙的真理。也感谢你有透过着教会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实践你圣经顶面的教示。愿你继续伫这中间引带带领阮，阮所做所行，的确。通称阮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帝话，上帝听，是永远无改变。台湾教会公报社虽然经过138年的时间，总是时代在改变。安怎互这个无变的上帝的听，继续伫咱这中间？台湾教会公报社做真多的调整，真大的一个改变。亲像伫圣经充满我，咱会当用家己的笔来体会上帝的听，上帝话甲咱常常三甲地地。自从2天前，阮的长老带安华长老，伊介绍我写圣经充满我所以我就一直写到即卖。虽然会亚线嘛，有当时会亚线啊，毋过咱若真正在亚线的时上帝是互我有气力啦，互我有勇气。读圣经就爱用心来读，较会当体会。看到这个这个是。我相信兄弟姊妹逐礼拜伫教会拢会当摕到台湾教会公报以及更新周刊。这个刊物看起来真简单，事实上是公报社的正当工用真济精神来规划甲编辑。阮会遮拍拼，是因为阮相信报纸是传达信仰的工具，而且文字有上温柔的气力。有些时候在我的农园，有时候我就架起了我的笔记型电脑，除了报道这些我的农业、我的产业之外，我也是很喜欢透过农业方面的所得的，然后应用到圣经节上帝怎么样的祝福也能够分享出去，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因为这一段话，不管是我在从事网络上，它的点阅率多少，不管是很多人的
或者这个主题上可能不吸引人的，我都不落在那个地方，我都是在神的话语上说，无论何时都不会让自己灰心，而是为了传扬上帝的话语。你的日子怎样，你的气力也要安尼。伫这1、2年久的中间，咱共同经历着 COVID-19 对咱性命的威胁，对咱生活的不便。咱嘛做伙感受着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所带来迄款的一个战争的残酷。总是咱相信上主的话。上帝听，要引带带领咱行过这一切的艰苦，这一切的困难。真感谢主，感谢咱所有兄弟姊妹，长期以来对台湾教会广播社对阮的支持、关心，对阮的带导。台湾教会广播社会继续坚持，透过着文字帮助咱会当伫生活中就来认捌着。圣经的道理，圣经的话语，请咱继续为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为着阮来关心支持，为着阮来奉献，愿上帝赐福咱大家。圣诗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
即时为着要报答主的恩典，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咱起立，大家来做奉献的感谢。谢谢。我来报告几项教会的事工，互咱大家知。咱即礼拜开始，煞只即礼拜主要要办儿童夏令营，所以嘛，请咱做伙为着夏令营的事工关心甲带导。咱的北克利圣经学堂也因为安尼，所以咱即礼拜会暂停一摆，请大家做伙来注意。然后咱第二堂礼拜煞了后，咱会踮伫松大教室来召开中职会，所以请咱中职甲团契会长会当准时来参加。咱中头有准备便当吼，所以请咱的中职甲团契会长踮伫第二堂礼拜后，会当踮伫松大教室遐。过来咱今仔日嘛感谢彭牧师来到伫咱中间，为着教会公报社来报告教会公报社的事工，也分享上帝的话，所以咱搁一摆泡泡来感谢彭牧师。好，然后咱后礼拜讲后主日第一堂礼拜后，咱要进行过季的步册检查，所以请咱负责的同工会当注意遮个代志。8月初7，咱要来举行洗礼、健身礼加小礼洗礼吼，所以请已经有报名兄弟姊妹来注意爱上课的时间吼，所以请咱做伙来注意遮个时间。目前因为咱人数无讲介济，所以咱2楼的副堂咱暂时先无开吼，因为2楼副堂若是开是规栋大楼的冷气拢需要伫咧开，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尽量先踮伫大礼拜堂内面，咱踮伫遮来聚会。听候咱人数哪济的时阵，咱就哪来开放。嘛，另外一件甲大家报告就是，咱今仔有看到即个模型吼，即个模型是昨出现的。其实伊已经做好差不多有10几年的时间。进前一直放伫台南文化资产的保护协会。有足侪教会的模型伫10几年前拢做好，放伫因展览了，就放伫仓库中间。一直到伫拜四暗的时阵，朱慧杰的小弟是民族路教会的长老，因为伊是即个协会的志工。
迄个协会咧清理遮个仓库的时阵，甲即个张长老讲吼，教会物件交互你想办法。伊就雄雄摸10几个模型踮伫因兜，伊嘛毋知要安怎处理，也照着民族路教会真好意，有小可做一寡征收。后来民族路教会就甲民长老联络讲，因望要将即个模型放来咱的教会遮，互咱教会来负责收藏吼。所以拄好，咱昨下晡咧办迄个历史宣教的分享会，伊早起就出现啊，逐个人拢讲这真正上帝送咱的礼物，嘛毋知安怎出现的，所以讨论了吼，即马历史小组搁咧思考，伊到底要放伫啥物所在，毋过这一2礼拜先放伫礼拜堂中间，互咱逐个翕相。所以咱逐个等下礼拜刷以后，咱会当来到日头前来三翕相，真正透过安尼，咱搁一摆分享上帝水的恩典，踮伫咱的教会中间。所以我做安尼的报告。今仔日有几位新来的兄弟姊妹来到伫咱中间，有财力界大来的朋友吼，头前遮是林世宏兄弟甲吴涵成姊妹踮伫咱中间伫头前遮，互咱就拍破来欢迎因。欢迎恁来到伫东门教会。后壁我嘛知，我有看到宋宇哲传道，宋宇哲传道伊拄毕业要转来南神来教册，所以咱欢迎宋传道。搁一位三亚士是泰雅族的朋友。三亚士是泰雅族的朋友，但是伊来参加咱的台语查经班。然后伊的笔记全部拢是白话字，伊的台语讲甲比咱搁较好，所以咱拜五暗时咱有一个台语的查经班，是主要是青年牧区咧办，毋过对三亚时代阮得到真大的鼓励，真正有现在少年人伊的台语相当好，然后拢会当完全写白话字。所以嘛，邀请咱大家，既然咱对台语有兴趣，期待咱会当拜五暗暝7点半。毋过后礼拜由原夏令营会暂停一摆，所以对搁一个礼拜开始，咱台语的查经班邀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遮讲台语，也做伙读圣经。安尼我做以上遮的报告。咱来念祝福册间的诗，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咱同心起立。临时说，请本牧师读。主仁爱。我奉主耶稣基督名，通好胆咧讲，答恁通平平安安出去，三听三扶持。也我要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怀抱，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主的怜悯疼叹，借着圣神的相通，甲恁三角基地，到伫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倒。咱会当行平安礼，互相请安。